新劇《為食神探》一日舉行拜神儀式，祈求拍攝順利。劇中一眾演員都有出席，好似馬國明同埋阮兆祥咁啦。兩個着住西裝，又戴晒太陽眼鏡，咁啊神探造型似模似樣嚇。而且長仔仲為咗角色留鬚添喎，認真到十足。為食神探除咗有男神代表馬明之外，劇中嘅花旦都係一大亮點。事關有幾位 BB 級嘅女神都有參與其中，包括黃翠如、岑麗香、黃心穎等等，觀眾真係可以話係大飽眼福啊！好似翠如頭先講啦，我角色都比較好純同埋好 nice 嘅。不過咧，因為作為一個偵探咧，其實我好多時咧都會被擁去做一啲偵探嘅工作，即係要扮啤酒妹啊、揼骨妹啊呢一類嘅嘢。咁都有條件先得嘅。條件就係呢一位幻想嘅。哇！我哋呢個劇真係唔講你唔知，我哋呢個劇真係好多靚女，即係所有 TVB 嘅靚女都擺晒喺度啦。擺晒喺度。搞唔掂。好，一陣未發過人啊！係咯，寫張 check 俾你啊！全程係情傾香香㗎，佢由第一下見到香香開始，香香每一次出現都係得拎一聲嘅。戲內咧絕對係情傾香香嘅，嗯，但係戲外咧就所有人都情傾嘅。